来下让我来讲，你去秀狗，他是捏整老捏勇的台战哦，代替月亮来惩罚你。哎呦，成名主迷啊！没有，不可能叫成名猪尾巴吧？太奇怪了吧？注目哦，本机都有手着，该信心很勇慢。太好了！啊，你这挂改片系玩五子棋啊，系象棋。你好，欢迎秀款也尬自主购物台暖。有点吗？动卷靴哈。你健康那还不紧紧动紧张的哈？大家都这么说。是吗？不可能，还不能帅哥很多。Hello，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明珠，我係莊百強。各位呢來到新竹嘅地方就當聽咧，而且特別來到新竹呢，我就知道講平時有個小李嘅，因為大班呢。沒有辦法分出高下。哎呀，韓國寫到爆憋憋的，個頭擺吼，鑼鼓應煙吼，就是叫我按到，高手在民間，唔啲，你下西台就改變咧，對，按到高手在一家之主。哎呦，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第一先來分享到嘅係阿志亮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志亮。阿兩個好，大家來分享到係大范天大師傅。大家好，我係大師傅。小戴師傅好。馬上來分享到你逢最嘅潛水站，佢係來自富僑嘅表姊妹哦，米玲姐、葉振志。歡迎。大家好，歡迎。之前米玲姐有來參加過喎，佢係算係工商時退休動厲害哦。就係兩個紅彩妹妹咯。對。好，就嗰度看下攬出嚟一片係柴田煙咯，記到係新婦嘅鼓手汪瑞碰到鍾日榮。歡迎，兩支鼓手跳下來參加。小人問看啦，你逢最潛水站哦，按叫冇看到，上班來係幾久嘅以前呢？6年前。6年前呢，請教一下吼，一下富僑呢有推薦嘛？個好教好食好料嘅冇咧？有呢，你下好，你認真富有大概去這個很多。景觀細照也是關心細照哈，大概樂富僑嘅後山很多心靈秘境，坦白睇自家係有閒有時間去行聊聊，咁有當到健康輔導哈，睇自家為到健康做得去行，尤其熱天嘅時間當涼爽，唔會熱咯，當好。睇呢度行真啲喎，都係看呢條落山係冇？湖口夜景，咁夜景當獎，係真是當好。有比你漂亮嗎？啊，那一定是的。可是你剛剛講很多關心細照，心靈的後花園。富僑性嘅景點啊，睇把行摸啦。我除了富僑之外哦，新婦未有一隻素材做咧，讓大家推薦一下。你安尼兩秒上面講就起步嘛哈，真係到兩順頭隊伍有一隻起步農場，伊個黃花風鈴木。上張夜場3月15中旬嗰下，有藍茶嫩嫩嘅，搖板醬看下一片黃金的花海。家下講到嘅文化嘅風鈴木啊，唐講嘅花期凍短，陽曆版，所以把握一下，差唔多3月初到3月底，差唔多咁樣，陽曆版。係講後天吼，做得做3禮拜，即降熱落水啦，當開花嗰下降熱落水。或者下來會車天，所以大家做咧，無論是聽我而家看文化嘅風鈴木聽聽哦，跟孫紅洞都係素材不能講出嚟聊下。我們這個3員工咪做到咧8月下，來感受下呢一片嘅歷史悠久。我唔錯，故說你廿個春天哦，喺同合適最行料一下嘅時節，喺同合適嚟比賽料理哦。故說馬上就嚟進行鐵管嘅挑戰，手下抖起來，兩嘴會用粗排嘅方式，結添彩色嘅調味老食材，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真係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最精彩、最神奇嘅比賽，暫時就開始咧。好啦，一鐵管呢，睇潮對啊3種節目地度呢，
雕出一出好料理，抱歉，黃色係乜嘅？好，黃色嘅部分係主食菜，青色係配菜，嘅紅色係口味。等下哈，為咗廚師聽上嘅60秒時間做啲使用哦。哦，做得廚師天數哦。好，阿牛呢翻回禱告，馬上選各個派出一個很會猜拳的人來猜拳一下好嗎？我們新普拳王係嘛？葉整姐姐，葉整姐姐。好，來。她是月光仙子姐姐。來下，讓我來講，佢唔是秀狗。她是葉整老葉用嘅太真。代替月亮來懲罰你。好，剪刀石頭布。好，過去。年身體一百秀的咧。哦，來，唔怕。等緊叫嘅東西先半風吹手。米令機器啊，哦，愛器啊，1、3、1選1組色。4選1哦，下好離手。變過了，變過了。哎，好。為您啊，這個部分哦，我先幫你深吸一口氣。因為啊，剛好就太看到4個裡面就有一家是某個動物的身體部位。啊不，大部分不都是這樣，除非吃素的。好，今不你的主食菜係乜嘅？哎呦，成名豬迷啊！沒有。不可能叫成名豬尾巴吧？太奇怪了吧？兩沙敢選嗎？敢啊！敢啦哈！如果金敢我吃素。敢嘛？哦，實在啦。唔怕。還有這個配菜，你走在選，看下嗆色係乜嘅？哎呦，太內瓜，走在啦。馬格米頭嘞。哎呦，哎呦，可以了，not bad，因為豬迷啊，有豐收啊。等下你就選豐收太內瓜就好嘞。愛走的啊。哇，莎玩。右邊螃蟹走路過去一下。耶，莫害。哎，注目哦，半記都要手咗，該信心係咪用慢？太好了。好，還有選兩家對角線好了。好，往呢度選。昨天我看到你的了，你要不要換？確定。是素的還是荤的？荤的，可以啦。牛排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哦，等一下熱沙熱解用扁哦。主食材乜嘅咧？牛排。破音乜㗎？豬肉กี้。最近破音的頻率高到一種程度嘞。好了，哎，你要凍好些的，如果是滷汁滷味，那就當然是蔥爆。希望你要係莴筍啊。哦，配菜係乜嘅咧？來看下搶色的牌，來搶佢牌。娃娃可以，娃娃菜，天作之合。來，最杯米梨粽包未搶佢買，米酒。跟我期待有落差。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都在制作單位有安排任何一道好菜着嗎？這個連看會連出好東西嗎？豬尾巴。好了，我等一下去停手啦，因為等一下兩組哦，都要該派要做得用，我記得用哦。加油嘅花學，我先唔好講哪裡出到啲彩色啦，風吹有信心冇？加油哦！我看下藍色條線，有信心冇？加油！讓崔俊賢正飛後勢，馬上就係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哇！又過一半場到米令記的要比賽，跟大家講一下，米令記呢可是我們的工程師退休啊，冇記得哦。而且呢，葉整記來頭也是不小。哎，多三幾天就煮翻本弄人假設。就係講嘅係師傅。依家哈，這個小改聽欠記的啦。啊，你們現在在解體這個豬尾巴。哎，可以這麼說。好可怕！還有，好可怕！他覺得比較可怕吧？小心你的手，我覺得千萬。豬尾係凍好嘅食材呢，膠質凍凍。我慢慢想。我沒辦法訪問。但是姐姐，你緊緊離開。你不要理我，很危險。真的真心危險啊！你起到公一動離開，他每一個下刀哈都會到強壯的手材。夠準啊！我不行咧，你嘅老機係水戰窗係嗎？我真的不行。有點窮。結束這一回合。所以師傅因為記得要切鐵的，本來你都有想法沒係按用切嗎？我們想要牛粥啊，粥嘛該。哎，還有胎內管還沒有選處理哦。也太大了吧！叫選用酸的一邊條。哎，你下係咪凍對絲啊？就是杜好嘅春天啊，所以所有嗆出來都硬太雜。嘿。
好，这风吹挑没动台不是，那我们用的料理啊，师傅红烧啊，红烧。哦，对哈，红烧。没记住哦，对啊。好，等一下，要不要直接请师傅天数就好了？哎，这个蒜条冇薄皮哦，不是，薄皮冇很香呢。但是台内挂就薄皮嘞，嘿，又小皮。因为它是新香料啊。哦，给皮菜啊，对啊，上麦来刚哈你嘿，米林。嘿， T 秒，那你这一次会有包袱吗？不会。不会，平常心就好。哦，你要片系平常心嘛吼。那我们等一下要用师傅天数眼吗？哦，等下他讲讲。那你选沟里等下都转来，差不多都会用好。唔知啦，而家自由创作，大家想我用嘅時候，自由創作，我趕快舉牌。好。有經驗的呀，有經驗嘅啦。你真，因為這個味道還沒出來。好，我等一下。你們忙別多。來，豬腳筋，這個食材算簡單啦哈。迄馬啥？迄梨肉飯梅咧？矮啦。都飯梅好。而且日來嘅都台積電上班。哎呦，矮蠻字。幾多歲啊31嘛，31吧。差不多。忙就5天就啦哈。忙。哦。也係陰地。那沒唔定，我吃到忙了。我現在借你電話打給他，只是他的，因為這裡有點急，他就現在就知道答案。有點。對，所以我哋手到豬腳筋，然後娃娃菜，我做係米醬，對不對？對，米醬口味。我們會是有點用燒的吧？那我們先請廚師天數眼。好，那搶到啥？這個叫。比較什麼？比較什麼？聽形容詞。不是。比較什麼？比較帥的。也不對。對，你這樣也不對哦。這樣會得罪他耶。你自己開個口自己收哦。衣服比較白的，衣服比較白的。好，那就衣服白的。他圍裙很白耶。哎，哇，這個。五色的。咦，貝貝。等下，師傅以聲音做聽聽哦。很懂的那多。好，來開始。好，豬腳筋太別香。你要斷它的腳筋哦。這樣會花了10秒，我先提醒一下。你看佛尾線讓你打快嗎？快！15秒過了。20秒過了。一點點油了，該用馬海，等下用海浸一下，撈一點調油，倒數15秒。哦。冇時間，冇幾時間唔難唔滿用。等下你用海水滾，做啲衛生膠水去挑，啊你菜全做啲用海。哦，係。你用刀菜全做啲滾呢，滾下9點，該添梅話出來很怕。阿哥，啊，你知道你的畫面被定格在別蒜挑到用嗎？因為剛剛沒有別蒜，太早了。哎，真的，我們現在是有 favor 一點啊。5、4、3、2、1，時間到，時間到，時間到。好，好，這個步驟係可以那一來傾下，水漲不用加一點。好，一共還有加對位。過得很突然吧？太早了，太突然了。太早了。但是應該下講米醬啊，先挑口水，還是要直接先炒一下，再個加水。不需要，我怕它要調太鹹。哦。啊，所以應該先調好，都沒種不用。等下是做的，做的食材熟干下張不用。太早問了，太早叫我了。你覺得我們如果現在離開，我發現魔法出恐懼的事情嗎？唔買。好，那就再見咯。好，啊，你這掛該片係玩五子棋呀，係象棋。減肥有種人係乜嘅？天公一個時間啊！超短時間。那麼激動幹嘛？這是我自己經驗。我們知道啊，我們知道。我奉行了28年。哇，好香香啊！要用廚師幫幫我們嗎？要啊，廚師可以幫我做。來，拍哦。來，廚師天數眼，喬瑪莎，阿龍師傅。阿龍。你要做差不多，我天數都嘛。吃米頭，快吃啊！這邊太早，這邊太晚。對啊，你看做什麼啊？好來，預備開始。呢個辣椒係貴挑落去哦。
师傅，加颜色。其实我发现这种师傅，你跟李小龙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对，没有错。这一个要做吗？洋葱哎，我不要看吗？是不是厉害，没有办法了。然后要强了，再下去，等我要好的，等我吃食款呢，我要吃米多做的，等要炒好，不用下去，加放喺就做放起来。哦，哎呀，哎呀，好。它其实很关键呢，因为它差一点洋葱就没炒到了。我要不用你点嘛，压好切安尼，无按好快。要斜刀。哦，你看，师傅出手，切片，师傅出手了。对，还没吧？不要骗人哦，不要骗人。我要落去炒炒诶，他都不玩。9、8、7、6、12。改下米线，你就做对了。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师傅。喂，咱就拿一堆了吃色了。好，拿一堆。其实有一张问题，因为煮米哈，它会有一个米。它的米酒要多一点吗？米酒，但係放起來可以加一些，因為加油啦，加，可以加一些咧。或者你而家油比較高嘅，譬如炒過本身嘅香味會冇咁重。好，那我們這邊差不多，我們過去了。吃米湯。哪一堆吃食款呢？看哪位攏冇聽呢？味淋有加嗎？沒有，那紅燒幹嘛？哦，一香咯。味噌才要味，等下試看軟哇，軟啊！它個鹽味咪係重點。係。啊，先平涼好嘛？風椒冇人加過。係我哋。爆燒筍啊，它個風椒都冇同過哈。冇，唔是。好。你有吃過米湯嗎？米醬米湯。慢我張等下，慢我張米醬我等下杯。咁你用啥？係咪你來報名嘅呀？本來係嘅李總講一來。就係老公啊。係啊，你係叫我李總。對啊，喺馬到係馬。你做李總奶啥嘅？一個因為牙齒補牙齒蠻紅，還講冇。結果嘅代表會的那個秘書啊，煙同記。啊唔怕，反正就在追人妹妹。我哋被手上給糖豆，給這種紅。攞去傳天。攞傳天。結果我哋吃啊，好奇怪喲。有係啊，沒動哦。總要有一個目的嘛。對。好啦，那我們來去倒數好不好？好。3、2、1，好。現場馬上來倒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去吃困難體育館內部開米西開站掉嘍。兩組自家出道嘅呀，主食材批出老爺嘅米西丟出一盤菜，現在吃食困難風吹嘅料理。哎，你嘅鳳小米頭條都嘟好哎。哦，小豆嘟好，將袂用心出個膠質。它就咬起來時節的很保留嘅 QQ 口感，冇爛用心。誒米頭挺夾嘅度煮炒呀煮米嘅米絲。有夾到，所以代表你廚料好。對。冇得冇煮到那個椒鹽啊，椒鹽弄煮米啊就會混到啊。會混的。對啊，真係混。好，你談看一下咱水嘅兩位阿姐。我知道，打破傳統。煮米講冇按姜，唔過幾條按短嘅時間煮到按 Q， 我超真嘅放膽。我記得蛋醬係用電磁爐做到按用起，都不簡單。好，來看一下咱出嚟一片，強用係豬哦，豬腳筋。唔過你豬腳筋有落嘅青蔥油，有釋出膠質，加點個米醬會好好啲，米絲會好。我個卡多些係冇。好，來問看一下咱出嚟兩位阿姐，遲交來講看兩套豬腳筋娃娃菜到米醬。吃到豬腳筋安尼就因為就綿咧，按娃娃菜安尼嘟好，應該10到1合適。不過今天很短的時間走到安用心不簡單，兩片哦都係豬都有嘅煮出嘅膠原蛋白的感覺，所以師傅用乜嚟給天呢？夾到看哦。今朝了都帶師傅用嚟給天呢，先來請資料師傅搶本分數。謝謝你。大家看一下小戴師傅搶本分數。藍師傅搶手。資料師傅搶公平。第一片呢？米絲油它有白度，有臭度，各位煮米有辦法做到安尼口感啊，口當好當多色。
啊，南水那边呢，还做做米种较少一些，有些大蒜啦吼，所以我先在风吹谢谢。问小戴师傅的公平。两腿到安顿的时间，全有煮到有营养，风腿了有一点点调咸的，甲个姜马丝的梅头有点调冲，啊了米酱又好少点，不过吃落还清甜，对，所以来选那边。故说第一关里头呢，哥哥还得到1分啦，等于迄个通过了你嘅水塘考，不过剩下来呢，交俾你嘅小戴师傅，看到带来乜嘅好料理，老太自家分享咧。师傅出台菜。好，第一关呢，轮到你嘅小戴师傅来表现料理，请问下菜名系乜嘅？节瓜打抛猪肉堡。来，小戴家食菜。然后有丰盛然后呛色节瓜，然后俩美生菜、面包粉、9层塔、打抛猪绕tomato不是死对，但是加9层塔可能系哦。本来是有啦，打抛猪本来是有啦，有9层塔，洋葱、猪肉，然后打抛酱，打抛酱，特别嘅打抛酱，然后有一点泰式的香料，然后加泰式酱油，是香茅吗？一点点吗？cheese 片，可以比较好。哦，大家有学过打抛猪吗？有。是哪一国的地吗？泰国。哎呦，不错。好，那你加洋葱，请志龙师傅炒一下。切丁。好不营养，等下用到个绞肉地梅卤，做个汉堡肉。啊，今日做嘛个会用节瓜嘞？节瓜有水分，好好吃。我大家就学过打抛猪，可能唔知打抛猪应该有打抛酱。唔是。那个是现成卖转来的，也系引起家做。你下冻放片啊，个超商全有卖。你家做是你要卖点个泰国的个香料下去，你当有办法做。应节瓜改片系玩五子棋也系象棋。对啊，挑梅还尖。哦，对，这个要怎么看？你也手得了呀，喊做唔得？就炒比香了，听没？好。哎呀，猪肉用下来，哎呀，打抛酱倒下来。我看那个肥肉比较少哦。这是健康料理。哈少。对。切点菜。层塔。切油油。冲下冰哦。对，拌下去。是清茶其实做得晚，因为泰国最传统係用打拋葉。有，我们社區有種。對啊，奇梅。我們有種種小呢。唔會啊。伊係讓起源差別梅。味道差唔多，都是香料。莫按衝啦。對啊。打拋葉莫按衝的味道。你这样讲下去哈，人家以後要那個打拋葉都會跑去你們社區偷摘。沒關係。啊，不用該麵包粉，該地梅都有水分。面包粉嘅話叫佢吸解水，對。冇按濕是錯啦。所以假使係蛋酸係麵粉做得冇？未做得啦。咁係麵粉咪調造冇？唔會。唔會。因為啲梅都有油啊。哦。你建議咧，該啲地梅還有肉汁啊。對。可是師傅啊，漢堡肉會發有漢堡嗎？漢堡是用該節瓜。哦。龍哥。我看用看一件汉堡肉哦，我就看早餐店阿姨哦，伊都会用木山那样咁轻轻的。它越扎实，听伊较叫说，接触点的表面越多的话，碎了越小。会越差。你大白用看早餐店阿姨那样轻哦，我就想讲啊，啲会扭接啊，都摸嚟哦。走的。其實今邊做嘅係泰國式嘅一種打拋，我突然想到做韓國式嚟泡菜。嗰種未做得咯，做得用個韓國辣醬辣椒。那台式、客式我用乜計咯？那個鹹菜啊，係啊，鹹菜啊，就牛然後變做香香甜啊。加到蘿蔔絲啊，客家嘅炒嘅蘿蔔絲落去放下醬。那你了解節瓜是撈點胡椒粉，黑胡椒粒。所以建議係先挑個梅，再個拿落去煎，唔係先煎好再個挑梅。哦。有問題冇？看得到冇？節瓜反唔是表按多油就做得啦，有水分凍多。今日兩隻厚度係為到做漢堡皮係冇？對啊，大家有問題冇？啊，李總報未？我都在看啊。
东三芒，东三芒宽，东三芒宽哦。实际上神仙女姐姐，你都有去谈过减糖饮食吗？对，有字不会通，而是还少掉。其实这一道料理是非常适合。你们应该没有减肥的困扰了哈？有。给我们两个减肥哦，就然系嘛个，天公一个时间呐。超过时间。那么激动干嘛？这是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我奉行了28年。是你的名言啊。师傅跟节瓜走得上去的吗？走的厉害又该动作有机的啊。哦。走有机的就可以比较建议可以生。你俩家问题吼，我自家就做过新样。真嘅唔好食，真的。可是可以吃，唔会死天嘅，你还要去多两片。两下换装，秀感也尬自足，购物台个，又点吗？用卷先哈。第一嘴，嘅恐龙。给好嘞。好漂亮哦。我玩到水啊，冇啊好食啦，酥嘅較好食。安陽很冇，安陽呐，係嘛？哦，你用攞去過去落去係肯做得落去，見到呢個茶餐麼？做得啦。好。你到你當群，你地背度出來水，有點風嘅，是該還蠻熟。當下而家水出來是啪啪熟又熟咧。这里下个美生菜、tomato、起司都系因为汉堡就买就不用买个。对，可以的。好，这个也听我宣导一下，台家的 tomato 也通甜度还少，它可以增加那个代谢。台家的 tomato 哈系 any 嘅蔬菜，俺西家的是 any 嘅水果。嘿哦。哇，好淡哦。很漂亮。不用过起司以后啊，我落去炙烧吗？本去该汉堡肉的该少图，它也是会用的。哦，你一吐出来，我看起来简单嘛，我们个发时间蛮又对哦。时间都冲啊。因为你看你菌拿这个嘴，有没有都湿掉了，都会很烂水的。哦，紧吞呀，冇紧讲好啊。OK， 耶！节瓜打抛猪肉吧。安阳就后生喽。好师傅呢，做一个打抛猪哦汉堡排啊，我是觉得啦，伯倩，你今天该不会又要表演一口吃了吧？因为那个让我们收视率哈，古夜落下来啊，落下来哦，能掉下来？确定？对。那我今天要证明那个不一样的效果，吃2个。啊，退下来，再关啊！哦，哦，热得挺熟的啦。哦，我吃透讲。包一个节瓜，吃起来动轻松，而且打抛猪跟牛排都有米丝，米头都嫩歪的。打抛猪这个猪肉剔白，你吃都两年啦。特别真的都纯糖是猪，它的营养唔咩按包。对啊，会搅翻嘛。嘿，搅翻，天天让今天按做青肉色的。有创意。嘿，有创意。你白做粥本身也是。做的，嘿，好吃。你要最重要就係啱好食咯，結果佢唔會配。这姜配的冻好食材，咱真正先冻辣梅哈，但是哈，我有一张感觉还给气死的味道哈，真的是融合在里面哦，真的是很棒。我回去就要试着做。啊，你用过嘞，你知道？我做也用出来当有创意啦啊！吃到一个口味，就像也是西餐，又是中餐，又是泰式料理，所有的好处全部哈都要用出来，因为要用出来做来当成功。谢谢。嗰陣呢，睇起來都不卡，要做來吃做看啊哦。夠肉呢，唔得單唱做整肉鹽甜甜，要做來做下嘅鮮鹽同好食嘅漢堡肉排。唔過頭前一畢業，馬上就會進行最北美一館嘅挑戰。料理大鬥士，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次我哋限定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
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以家之主Q下來打鬥士咯。又係最尾一關，貼片嘅條件係1-1咯。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又係乜嘅？南瓜，南瓜誒，乜人做嘅？我自家做嘅。哇，你嘅幫忙啊，好動針掉呢。從啊，剁豬肉嘛，個是當好食，嘿。好，哎呦，變落去了哈，要千萬不要手下留情了。今日有呀嘅請下做南瓜，帶來催眠係嘛，Q 下講哦，哈。哦，香蓮。哦，香蓮。係有蓮藕係冇？哦，蓮藕係錯，蓮藕係蓮藕哦。哦，最尾一關有信心嗎？有，加油哦！加油！好，唐太嘅風吹小嘅以後呢，你下翻用秀款一家之主購物台內，有條嗎？咁簡潔嗬，那小計就給你帶來嘅種。你係卜菜。哦，這一定是自己做的。係，你係求人自己種嘅，通常你係卜菜，更煙嚟係好食，係香。係啊，今年那裡只卜菜哈做個料理哦，其實它剛也變化動豆，但是我們的殺手鐧今天最後一關拿出來了，做個料理，菜苗按到福壽圓滿。希望食體以後大家做得福壽圓滿，最尾一關就成魔。加油！哦，兩組呢都已經都有刺青，準備好勢嘅，馬上來倒算3、2、1，搶開始咧！好，到底開始。我兩片拿出來哦，都係哈港煙哦，真的都是秘密武器。對，唔係那種重要的客人根本拿出來嘅。這個就是不卡乞丐有乞丐咪頭啊，已經成為是法器了啦。係啊，有法力的。啱掛，然後兩片係泡菜。對啊。你自己有沒有特別中意？我講好了，因為我的那首歌有心啊，哈，一開始就會講，結出來有心，真係好菜。看得出來風吹嘅吹中就都有騙心了哦。沒有。係看真嚟好嘅。哦，我最愛的頭結手。而且好漂亮哦。對呀。動氣耶哈。跟下係表暗怪落去耶。係。可是英國較多一些的。你不要嚟啦。呢個做乜個風呢？紅蘿蔔。哦。哦，相連啊，哈！做乜個兩隻藕呢？等一下，你看哦，一個藕，兩個藕，就藕相連，就是我愛你啦。嘿喏，剛剛志龍師傅有講了。我說這道菜可以叫我想要你。哎呦！更慘，什麼叫做越描越黑？醫生上納豆之類的口頭咧，打叫嗌咧。日本人哦，等下真嘅我吃過。佢面款比較頭開始下風嘅。他。所以你哋一下係做有點像漢堡係嗎？唔係漢堡，夾起來。係夾起來，所以要相連啊。哦。安雅嘅還有不用麻糬哦。嘿，有。不用都要低度嗎？嘿，要啪啪開聲呀。哦，哇，這個好吃哎。對啊。整個就是要來跟我們小戴師傅拼的。唔敢，別師傅呢。剛才等下都轉來哦，好。你做哪隻？哇！哇！我就咁問一句，客家人來就你唔好食卜菜。有羊。那我們今天除了卜菜，還有狗肉，還有什麼變化呢？竹筍、蒜頭，要辣椒記得竹筍凍好呢。要入白我要打挑家講嚟講吼，竹筍就聽我要用歪咧，點歪點好。愛慢，就得會慢。係啊。那這個等下會拿來幾下攪落去，肉地度哈。炒肉要灰嘅。一半，肉嘅2，醋嘅2股，醋嘅1股，要強下。女同志，今日叫我攪香叫我。唔係，等下要安心，要出得當真嚟，當乜真實。好我看嘅狗肉嗬，要到拍，係因為家下講嘅配肉比例。配肉啊，要配肉，因為到卜菜田啊，要到配肉。增為。腰就會香。對，好啊，先幫你皮料一下，等下各種來看樣用辦出。好。哇！這個是明珠的，謝謝。應該提出來看臉要哪裏點呢？有問要。我自己顧，沒關係。
你可以忙你的。啊，你都有给你准备沙拉，不用好了。你地位都有干嘛？有卵，还有马铃薯、爆香，还有小黄瓜。哦，嘿，大哥。你要做恐龙。给活嘞。好漂亮哦！那是秘密油。你健康啊，还不健康，动紧张的哈。大家都这么说。是吗？不可能，还不能帅哥很多。能给侬讲诶，你还用切的，我超爱用刀卡的，开始按用因切落去啊，个刀切下去，按慢慢的卡，一刀一刀啦，给卡出来嘅。哦，啊水唔会嚼出来啊？唔会啊，看佢要嚼出来吗？哦，天天在看了，嘿。天哪，太用心了吧！所以头开始地位只是等一下会变到沙拉地位哦。沙拉变个当杯。哦，强下线。嘿，哇，你要写那挂做法。嘿，所以我这样大胆假设，你是不是做2道菜？一道。一个摆设啦，那个是当摆设。所以你要酥姜粉呐，嘿，尬掉水是做得落去的哦。嘿，那个可以的，那个有熟，那很快熟。拿起来静置。好，你要去动作一板牛排哦。所以你简单吼做2道菜之前吼，你试过哪一种版本哦？有，看用加粉也係冇加粉的，係咪好好？加粉是好煎呐。哦，冇加粉是好油啊。啊，2道菜係自家發面嘅，也係 YouTube 看嘅。我自家。哇！因為係太藝術家。唔係，因為我哋到沙區咧，做本當到老人家食啊。啊，你也冇夢到新嘅菜，寫本老人家咪講，哎，你創窮樣嘅，好嗎？他們會這麼講哦？會啊，當挑食哦。當然要啊。要，吸引老人家來沙區，而本佢行出來，安樣會健康。我嘅條件都不怕臭人是多麼帥。不是要有8個嗎？对，等一下还有。我这个盘子太小了，你底下放。可是也没关系啊，等一下再弄好了。没关系，你这个先摆好，等一下另外一个盘子摆啊。我俩还有盘呢。哎呀，用另外一个盘子摆啊，你把它做出来啊。对啊。好，也差不多嘞。啊，这里告不你。很疗愈，你知道吗？越看越高兴。你老动作走胜利哦。好。哇哦！哎呦 ，fantastic！ 肉，这是白玉苦瓜。即係從陰性形容啊，雖然係復數人慢，不過佢會食到苦，就會啲嘢甘。錯。今日苦瓜係先放落去，先炸過半幾熟，過油，過油。哦，現在我們蕊鵬姐在做打拋豬的動作。哦。跳啊，哪一種寸呢？這個是要幹嘛呢？為什麼打？現學現用。哦，啊，你一片係冇做嘛？今年啊，最，你係配色。你係做凍昂嘅菜盤，個佢用了煎脆熱嘅那個湯嚇，來做了來加落去。哦。加落去，佢出來就凍乾。那我看見肉這樣地位係咪沒就條那個苦瓜？梗係竹筍，竹筍。竹筍，這等我下滾哦，有一種像碧琪的那種感覺。現在放下去。好，因為那是脆嚇。好，差唔多脆條。差凍腳做好咧。等下我要等下過來看，弄一整好冇？好，我先整一下。好。哇！漂亮哦。所以你有試過其他的粉嗎？冇啊，我用一般我是用酥漿粉好多，麵粉好唔好啊？哦，一片嘅藝術作品做到用版的啊！哇，恐龍蛋。你健康啊，還不健康，動緊張呢哈？大家都這麼說。是嗎？不可能，還不能帥哥很多呢。哎呀，錯冇啦。因為佢還要水唔聽人講。所以你一片做好沙拉，你一片煎好熱後係。本來擺盤嘛，佢調水質。所以變到2盤菜。哦，嘿，天哪，這真的太好吃了吧！你唔會是凍飽呢？你2年冇來誒，佢想講你兩還是飽？你白人做不你食好飽。人家不要給我切一半，我們要吃整個哦。而且你看，佢哋一片用煎呢，可能會係用個飯嘅沙拉，托起手強下食，就會係輕鬆。你唔會油哦，陣間先是啲唔會油哦。哇，現在冇調落去哈。
哦，那等一下亚姐后就后喽。嘿，好，那我们赶快去救救蓝队了啦。没啊，用功啦。到现在还没弄好。嘿妹。对啊。你看，你要。哇！这样哦。这个可以了不后卫呢？哦喽，这个。动跳。跳跳看一下吗？哦，很凶哦。今就差不多位啊，因为要后卫咩？差不多。向位好咧。放水会倒落去咧吼。嘿，又倒咧。嘿，又倒一啲咧，春季佢也咧倒落來。很舒服。家下先一啲咧變悶吼。咱經理下張哥。那個衛生紙好，衛生紙。用衛生紙啊，太。唔會笑。那倒落去沒有？倒落去。哦，安尼就得咧。不用轉去嗎？唔是咧。好。安尼就好咧。按個看伊個香菜啊、頭油嗰個解掉。家下春季，咱不用好咧。不用到當好嘅啦。係家電下我。差唔多會好咧。好咧，嘿。好咧。好。去倒數嘍。好。現場馬上開始倒算，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杯麵一罐內部開料理，較針對咧。好，最杯麵一罐呢，兩組呢，真係老爺變起來嘅，貼片呢拿出來客家的靈魂食材，風水表演咧，係你嘅暗瓜誒。睇起來試試看下咯。哦，都好食咧，又咁滑溜，而且啲都係暗瓜變到嘟嘟好，又加有雞腿外鹹甜的嘟嘟好。係啊，呢條切鏈要去接咯，跟泡吐司有骨到，所以基本就唔用哦，它變到係這種互相加分的作用。蓮藕的嘅梅頭，然後嘅肉嘅暗瓜嘅梅頭全部有夾用下有。我看一下咱水有兩位阿姐，個有創意，看起來好看又好食，等下沙拉吃到咪當清爽，當好食。不過咱水呢一片，我用客家梅水傳統嘅做法來做嘅，福壽人滿，也搞啲試看咯。哎，這個也好好吃哦，就是弄厲害。哎，這個米條用安樣，轉感到嘟嘟好誒。好好吃哦，真係好吃。你看客家菜來講吼，就是講做在老婆菜做到按樣，也嘛真冇簡單。係啊，做到真好食。它的那個比例，全部係要做到當度好嘅種。咱個當從肉腿係帥，咱個叫本佢真肉出來，你怎麼樣咧規粒唔係地圖送。韓國吼最美咪希望大家做啲學嚟之後，假使要本幾條分數吼，就做啲福壽人滿哦。錢啦。好啦，咁你本幾條亦都要壓力一下，到底師傅有冇幾天咧幾多看咯？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誒，先來請資料師傅搶本分數。好快！哇！師傅。好，最美月票搶看小戴師傅。緊張。你剛才我差點血栓復發。行就真緊挺難評的啦，大家都太會煮了。師傅搶公平。當然會偏向先風吹係因為暗瓜嘅都留嘅蓮藕向佢煎出來嘅香味真係要出來。我再加上嘅有水果可以解膩啊，做葉片有較加分一些咧。啊，冷水葉片其實攏當好啊，但是我吃到講可能有較鹹一些些的啲咧。所以我現在風吹，謝謝。好，小戴師傅，了到秘密武器的梅頭摸爛腿很重，所以來不爛腿。好，經過安樣，當激烈的比賽過後，成績已經出來嘅，馬上就來頒獎禮。好，今日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嘅，很刺激，很緊張，兩組都按為主，風吹得到2分，藍色咪得到2分，現在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的假彩金，恭喜，很有啦。這個很重要的，送給你的，謝謝。好，老愛照顧，也給前發帖，也給來很本雅自自留人啊！哈，好，傳家寶，好。動作昂掛胸容哈。對。哦，我看一下藍色的一片哈，真的是超刺激哦！你非常好食，得到係2500塊嘅假彩金，很有
全球限量2盒毛的哦，挺多的哦。这个是民主给发的钻石，谢谢，恭喜恭喜。好，这个10分游戏太气嘎啦！现在唐坤呢要办明领记，算是以学姐的身份呢，真的要到毕比赛，然后大家分享一下天一拜来参赛嘅心得。首先吼，你要感谢你客家电台吼，给你个机会，特别做嚟参加呢一家之主的节目吼。啊，今日来参加呢个，想讲按用人编一只菜色出来，大家咪做对互相学习吼。你啊，汉拜迄有这个有呢机会，哪里会参加吼？今日真是羡慕大家哈，谢谢谢谢，有气哦，谢谢。按牛牛过来哦，我有，好不好？当年都要看到你呢，冇等2年啦。好啦，你阵子俩T拜，本期超等来哈，好搞好了冇，老太太分享一下。T拜参加呢，一家之主的节目啊，也真欢喜啦！T拜，大家有学习的机会啦，唔是緊張啦，而家比賽就冇緊張誒，要學習嘛，你學到嘛嘅？學到對方一樣去做嘅那個肉圓啊，那個苦瓜做嘅都挺好食啦啊！大家穿到嘛，得到我去轉西吧，人家老闆買唔到誒，有錢買唔到哦，糖嘅啊嗬，水唔落膠會水到凍嗬，水唔落去嘅會水到凍皮。糖民族湯嗰個哈，煮嘅菜見來見好食。還不會穿太淺哦。不會穿太淺。怎麼變？有偏掉嗎？你這一段好像把它當作是藥品的介紹。好啦，按子姐哦。謝謝。係啊，白啉酒咧哈，高隻。哦，咱是兩片2位阿姐有曾經動會做，除了會做之外哈，我們瑞鵬姐還是笑點低的代表。我到大家分享一下。今日當番兒啊，咱一家自主參加倆主菜吼，我啲樣男人吼，我嘅裝下嘅阿公阿婆看到客家電視台吼，佢會聽我講，哎呀，我做電視看到你呢吼，每次都做得推廣出去，當番兒今日都得來參加，恭喜恭喜！好，節目係壓軸熱衷拿姐，讓大家分享一下。今日當番兒就有隻機會吼，來嚟參加客家電視台嘅一家之主吼，來嚟學到當多，看到師傅吼，應該廚師做那麼清爽的創意料理，啊，如果學到嚟風腿嘅那個拍盤凍醬，哈，按個好食，嘿，謝謝。你種阿姐動電音效，那開學時節咯，哇，這個自信爆棚，結果到最尾電頭唔要都有害羞呢，喂哦，行擺行落來哦，2、3強下，好，好，好，恭喜恭喜！10分感謝有4個姐姐呢，按厲害嘅媽媽來到你節目當中呢，分享人物卡嘅好美食，沒發現到人看客家菜啊吼。不管你用的是都唔會本色高呢，而且用的是呢都做得釋出新的創意。係啊，最歡迎所有朋友夾夾打電話來報名參加比賽哦。一家之主呢，等等你看下來都要到位，年年來，當年都來要到位，俾你看一下，為了看一下你有好多乜嘅新的菜色。下禮拜再見，拜拜。講耐了，謝謝。